课程呢，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去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那像峰哥，您这么多年这个棒球生涯当中，难免呢也会遇到一些运动的一些伤害。那像你在国内外的这样的比赛，然后也经历过这么多的这种专业的防护啊，那要不要在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新的想法、新的观念，跟这些小朋友分享一下？等一下运动防护，我们会不会特别来准备这样子的课程给他们？会一个防护员来指导你们，然后怎么去避免你的运动伤害，然后自己在受伤之前有什么一些症状，对。谢谢，那我们也谢谢峰哥呢。今天呢，峰哥告诉大家，我们除了技术要好，除了心理的层面要强，除了要对棒球热爱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延长各位的运动员的一个生命。那也不希望大家在这么小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些误的一些观念跟错误的防护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第一堂课程呢，就要正确的指导大家运动前的一些暖身，以及甚至于遇到运动伤害之后呢，还有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应该做哪些动作。那今天也谢谢我们峰哥特别来到活动现场，谢谢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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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得很好，教练这样做很好啊。好，来继续来第一步 ，Go。来接住 Go。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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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对，Go。龟山那个人绕错边了，那个龟山的，龟山那个，对，再来，对，Go。哎呀，这个复兴的怪怪的，这个复兴的怪怪的，对，Go。是怪北哦。来，Go。来，这个髋关节真的要把它确实的拉开。来，脚抬起来，往外拉，髋关节要确实的拉开。有点韵律感，配合弹跳。复兴的要稍微跳一下，对，你做得很正确，但是要稍微跳起来，髋关节要彻底的拉开。来，一样，先挥个空棒，给营长看一下。很难得的机会哦。为什么看到我一直笑？不要讲，大家都知道。不要放手，不要甩棒啊！我还站在你后面好了。好，很好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强选手跟他们资质都还蛮好。来，张平，龟山。黄油，都是全打王吗？全打王就不用了。我不要教出来，挥个空棒给营长看一下。很好哦，感觉眼睛都有跟着球的感觉。来。赔钱耶！我们就靠这个来赚钱啊！这是属于比较豪迈式的挥棒方式。来，第二位，你挑一个。有英文。你在这次比赛打出几支全垒打？好，3支。风吹的还是来手？你这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来挥一个空棒看一下，明天。给营长看一下你的姿势。来，给营长看一下。你放球。来，先挥一个空棒给营长看一下。您觉得他的刚挥棒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
这个你你很震惊呢，你刚才在那边不时都一直笑吗？好，来现场看看，来，动。 1000块。你来放球。再打一球。干嘛要往后走？不都往前？带他们全部往前，全部都往前。为什么要离？下一个。来，下一队。来，先在旁边挥个，先挥棒给营长看一下。对。来，先挥个空棒。对，哎，很好哦。来，下一位。